青光眼就是目睭内面的压力伤过大，造成视神经死亡、视野减少。青光眼过去则发生伫个40岁以上族群，不过医生发现讲，因为3C 产品真事行，病人有少年化的趋势。这青光眼初期真恶发现，医生建议民众就爱定期检查。我的近视大概700多度嘛，以前读书700多度。那有天有时候觉得奇怪，我的视力怎么比较差一点，我就以为说我已经有近视加深了。67岁的张先生，17年前常常感觉视力变歹，较真青光眼。经过药物治疗加上手术，状况总算是稳定落来。医师表示，40岁以上的人、高度近视的人，定是青光眼的族群。这几年3C 产品事件，高度近视的族群增加，病人有少年化的趋势。因为高度近视是青光眼好发的一个很重要的族群。我们有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，尤其像一些科技业的一些工程师啊，他开始都以为说他的这个眼睛看不清楚，是因为高度近视，但实际上里面很多都是因为青光眼所造成的。医师解说，目睭内会自然产生一款液体，但是分泌甲排放的速度无平衡，会造成目睭压力升悬，损害视神经，影响视力。若是视神经死亡超过50%，视力退化就无法度还头。不过因为初期症状无明显，真侪病人无积极接受治疗。我们发现竟然有3/4的新冠眼患者，他其实是没有规律在用药的。很多患者他在初期的时候，他是一点症状都没有的。我们点了药水，眼压降低之后呢，他感受不到他的视力有任何的变化，慢慢的他就放弃了这个治疗，就错失了治疗最佳的时机。根据统计，2022年台湾青光眼患者超过45万，最近以来病患以逐年7%的速度增加。医师也呼吁民众爱定期检查目睭，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族群，爱预防青光眼的发生。记者郭文正春由台北报道。